你们表示一点意见好不好？怎么都是中间这一区啊？动物园。可以不要被他们影响啊。你们要有主见。国歌。我们的动物没有新的人。对啊。有你要讲哦，不好笑你负责哦，哎。 大家一直说有了，轮到自己又不敢唱，就是啊，我们女主唱就是这样，就是，我们的老外哎真可爱，好了，这首歌，你们说就动物园吗？好了，那就动物园吧。 讲一下这个由来，继续谈。这次有一次，喇叭告跟他的弟弟在房间，就说赶快睡了，明天要去山上帮忙好了。再不睡觉的就是猪这样。然后赶快起来聊天，然后把喇叭告讲好了，睡觉了。再不睡觉的就是有到脚的蛇，就开始就从这个开始，他们一直吵。后来我就编了这首歌。 今天拉姐也有来，糟糕，她认识我们是一段孽缘。走，哎，我唱错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走进了好多动物园，里面住着了非常多奇怪的动物在里面。 我走着，我走到那里面，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，里面住着一种动物，那是……说了你先。有一天呢，那个小白兔啊，他不甘愿啊，他要去找乌龟挑战，然后乌龟，这次一定要跑你，结果他们就比，就小白兔输了，因为他遇到了忍者龟。就想再摸观众，低眉的观众都会撤。你儿子好辛苦，读书回家，那个爸爸慢慢讲，你紧张眼睛有气喘了，哎，很辛苦哈，读书回家，这个爸爸做牛肉给你吃啊，牛肉，好弄，爸爸去很久出来了，哎，拿了一小盘，爸爸这是什么牛？瓜牛。蝴蝶，你怎么不会飞？因为我是蝴蝶姐。萤火虫你爸，萤火虫死掉了吗？怎么没有亮？后来萤火虫说：“谁说的？我忘了缴电费。”
结果医生跟他讲说，哦，你很严重哦，需要截肢哦。然后那个蜈蚣就说，没关系，我很多只脚可以截肢。医生就在讲说，你少得意啊，你等下就变蚯蚓了。你认真唱了，我是回忆。走着走着，我走到哪里面，我看到又看到的一种动物，里面住着一种动物，那是。奇怪了，那个为什么那个长颈鹿不吃树叶，吃土呢？为什么在吃土？他一直吃土，而且吃越多啊，他是挖土机。蚯蚓呐，那边一个正妹背包包又明明这样子，结果另外一只蚯蚓跟说：“你干嘛跟米台木讲话？”想你那个走着走着，我走到很角色。看到了一个动物园，里面住着一种动物，那是。那应该是，你不要再骗我，那应该是米台木吧？后来那米台木去找真，难道蚯蚓不能有白纸吗？白纸啊！最棒！走着走着，我走到哪里面，我看到了一种动物园，里面住着一种动物，那是鱼，真的有。你为什么在河里面越跳上来，越跳下去？你到底是干嘛？那只鱼就说：“不要吵我，我想要淹死我自己。”那我在这里搬酒，走着走着，我看到了一种动物园，里面住着一种动物。是。这老鹰怎么一直飞，一直撞壁掉下来，又飞又撞壁掉下来？不好意思，我惧高症，我不敢打开眼睛。大概差不多梦那么多动了，要3更半夜的走出来，他们起来上厕所嘛，结果那个男主角啊，海参啊，海参啊，海参你知道吗？海参？长长的一条又秃白色。海参啊，你怎么长头发的？哎，被破梗。破梗。海参也是动物，还骗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讲不到的。走着走着，我走到那里面，看到了一种动物园，里面住着一种动物。妈，袋鼠袋鼠，你是不是变胖了？没有啦。你是怎样？怎样？怎么都 OK， 青色的？
后来那个袋鼠说：“我是哆啦 A 梦。”哈哈哈，好笑。袋鼠，你的手怎么变短了？好，还有一个动物。走着走着，我走到那里面，我看到了一座动物园，里面住着一头动物。那是用一下老梗了哈。哎，河马，你怎么睡我床上？哎，河马，你起来，你这难推。河马就转身说：“我是你老婆。”老婆这边。好的啦，最后呢，是铃啊铃啊铃，铃啊铃啊铃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声音？哦，铃啊铃啊铃，铃啊铃啊铃，原来是闹钟它把我叫醒，原来一切是梦境。希望大家回去平安哦！要拍照的待会来，祝福各位平安到家，谢谢。不开车好不好？哎，喝酒不开车，如果边开边喝，请走旁边。